城市。Extra speaker 的操作部分，文字读音错误请自行更正。郭长城老师校园寺庙名胜古迹光景点摄影作品网站文字内容，分享推广非盈利用途。网站87.10.10建立。一作品目录未加分类。二大同高商活动纪实。三旅游小品类。网站作者郭长城自我介绍。四我爱火车。五动植物观察类。六网路搜。一作品目录。一制作时间先后排列。未加分类。97年作品。2008 97年眉山赏梅。9711 97年出福子国中校庆创意进场。9714 96年大同高商12月份大同之星颁奖。9717 96学年上学期大同高商实习商店大拍卖。9710 97年毕业生拍团体照。9736大同高商潮会时间陈怡贤老师介绍年画。9718 97年同高商赢家市中小学联运圣火。9729 97年嘉义市中小学联运开幕式。9720 97年毕业生各班拍生活照。9736 97年9份之旅。9732 97年10分瀑布之旅。9723 9723 2008年总统大选开票夜。17-3-22 97年第一季大同高商师生庆生会。97-3-28 台南县南化水库。97-46 97年嘉义市下路头高空荡秋千比赛活动。97-42 97年阿里山赏樱。97-3-30南化军事公园批复大同升举活动。97-41 97年大同高商学生走秀定妆。underscore 春天97-43 97年大同高商与大同技术学院策略联盟茶道研习成果展。97-42 97年春3对3拉。97-13 春天游戏。97年大同高商与大同技术学院学生走秀展演。97-43 大同高商祝贺资三甲班廖婉婷高职繁星计划推荐甄选录取国立高应大资管系。94-22 古坑荷包山步道。97-27 7年古坑荷包山赏桐花。97-27嘉市文化中心假日花市。97-27 2008桃城石猴雕刻商。97-29
97年大同高商防密宣导。9755大同高商祝贺资三甲班陈进以高职繁星计划推荐甄选录取国立湖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970501大同高商举办四川强震爱心募款活动。972497年大同高商防震避难演练。952大同高商祝贺官三甲班黄汉堂同学经体育绩优推荐甄选录取国立嘉义大学体育系。9759 2008湾鞋带斗6。9757 2008台湾西瓜节新奇西瓜。9757 2008台湾西瓜节新品种西瓜。9757 97年大同高商欢送高野生摸彩活动。9752东荣国中。97526飞沙国中。97526 97年夏大同高商校外教学活动。佛光山。97523 97年夏大同高商校外教学活动。统一梦时代购物中心。97523 97年夏大同高商校外教学活动。三观国立高雄参旅学院。97523 97年后地国中升学博览会。97527后地国中。97527 96年作品。2007鳌骨湿地东石港口公台铁。DD651蒸汽火车头大同年班际排球赛。大同高商95学年国际班烘焙课程大同高商95学年春晖才艺竞赛大同高商95学年班际排球赛。96年七股黑面皮路高铁嘉义站七股海堤大同高商95学年班际排球赛。9619教师组队96年眉山赏梅大同高商95学年班际排球赛。9618太兴风景区太平风景区望风资本区。96年初大同高商校长交接。9626 96年初中普清航机失事。96年大同高商教职员自强活动。资本森林游乐区关山骑自行车。96年春竹骑大展关山清水公园屏东车城海生馆嘉义市后山。蓝潭孙子寮步道大同高商教职员自强活动。车城海生馆湖尾糖厂11号蒸汽老火车头大同高原自关山骑自行车沙山猪波毛台东市铁马到台东市石鼓绿色隧道台东纳入湾大酒店丰港烤鸟台东世家美农民俗村妇人乐师张三田玩乐器车城福安宫旁刘先生木雕梅安旁开馆
安平林默娘。公元2007，台湾灯会再加一股坑绿色隧道新港花田之旅，火鸡森林。9630，头工业区黄昏市场。9630，新港三间村社区营造。9630，梅山太平老街。9631，梅山太平国小。9631，梅山老翁陈在天竺拐杖高11，梅山碧湖山观光茶园。9631，梅山龙眼风景区休闲步道。往二间大尖山。9631， 96年大同高商高三毕业生团体照。9636，南苑16，嘉义县消防局路口意向。9637，福岛湿地。9638，台大观光蓝园。9638，分园宝藏寺。9638， 2007两岸传道流展宝藏寺。90张9638， 96年嘉义市中小学联运开幕典礼。96321， 96年官方甲乙班校园烤肉。96322， 96年大同高商第一季师生庆生会。96322， 96年大同高商蓝坛践行活动。96323， 96年大同高商我爱大地春耕播种活动。96323，国立嘉义大学蓝潭校区。96323，林内公园。96325，林内公园记录3嘉大蓝潭校区园艺记忆中心。96323，林内公园龙过脉森林步道。96325，林内公园鸟居。96325，会写英文字母的蜘蛛。96324， 96年大同高商毕业生各班生活照资三甲。96316， 96年大同高商毕业生各班生活照官三甲乙。96316， 96年大同商毕业生各班生活照电商三甲。96316， 96年大同高商毕业生各班生活照商资三甲。96316， 96年大同高商毕业生各班生活照叶石季秋三甲乙。96316，图子波斯菊花海。96329，大6年林内子班蝶记。96331，功夫画家杨清乡土画展。9641， 96年大同高商以及电脑检定及格名单林义杰授颁嘉义市荣誉市民证。9644，台中麻园头长春堂玄天上地质湾角北极电竞乡。9648，商杨真进入
加大96年湾角北极电三访之旅。9647斗六玉凤宫。9647斗南静心宫。9647林内静雄宫。9647八卦山九龙池汉社。1647 96年大同高商图书心得比赛嘉义剧报报道郭长成老师网页的作丰富。9640八卦山风景区。9647 921地震斜塔纪念地。9647彰化福圣山农园。9647高速公路大广告。彰化。9647 96年大同高商模范生选举。93大同高商我会美主任获选嘉义市校行楷模。12 96年大同高商3月份大同之星颁奖。96博览会。9641 96年大同高商我爱大地系列活动植物观赏。9641我们观一甲这一班。9646大同高商观一甲调90席。9646 96年大同高商我爱大地系列活动动物的观赏。9647 96年大同高商实弹射击打靶。9648 96年大同高商射击预习。9630由长成日记夫子网站大热门。9624自由时报报道大同高商校园黑关马路筑巢。9626旧年爬独立山。9628大同高商校园黑关马路筑巢。1627 522 96年大同高商电脑中文输入检定。960428东石轮子角石头木。96429东石港口公进乡。96420 96年大民国中升学技职博览会。96425 96年大同高商防震避灾演习。9654台南一中。9654六龟庙会。9656嘉义市国中技艺竞赛颁奖季成果发表会。960510 2007台湾西瓜节。9655台湾西瓜知多少。9655 2007台湾西瓜节吃虾大胃王比赛。9655 2007台湾西瓜节西瓜果标记料理大赛。9655 2007台湾西瓜节西瓜新品种。9655迷你西瓜。9655 96年大同高商母亲节活动升平国中校舍改建落成典礼。9512 96年大同高商母亲节活动。9651竹
竹崎乡白起村黑关马路9653，三坊嘉义崩9653。96年大同高商4月份大同之星颁奖9654。96年大同高商防逆宣导9654。中埔乡成功村黑关马路19654。大同高商祝贺连俊一录取国立高应大9658。大同高商祝贺魏博录取国立南艺大9658。中埔成功村黑关马路29659。96年4季2专统测家商考场，大同技术学院考场9659。大同高二杨玉成录取国立台湾体育学院9652。大同高商96年教师进修鳌骨湿地生态研习96523。大同高商师生职场3观光泉及王子饭店9619。96年大同高商校外教学攀登独立山活动9620。风景区96520。中埔乡五凤庙黑关马路观察96527。96年夏家市后山蓝潭顺子寮步道生态观察之旅96527。中埔乡吴凤纪念园96527。中埔乡吴凤纪念园州族舞蹈表演9210。凤16 20天严子云寺96527。96年第2季大同高商庆生会96531。新中横公路景观9663。阿里山乡十字社区9663。阿里山青年活动中心9663。阿里山公路景观文美细顶9663。自由时报采访大同高商林县秦校长9664。96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9668。96年夏第11届大同杯心算技能技术学比赛9660。水稻机器收割9660。96年大同技术学院毕业典礼9666。新化中心林场后山步道9667。96年白河赏莲9668。96年嘉县端午节冬时龙舟赛9669。南亭休闲农业村新化王家军羊肉9667。白河小南海看白鹭鸶9668。96年竹崎高中毕业典礼96622。96年大同高商观光科学生马来西亚参访之旅 A96611。96年大同高商观光科学生马来西亚参访之旅 B96611。96年上大同高商实习商店期末大拍卖96623。稻江科技技管理学院96
96/628，嘉义溪口北白川宫纪念碑90，特区96/722，安平豆花与周氏虾卷96/75，台江四草湖之旅96/75，台湾第一街96/75，高雄观音山风景区92，96年民雄大视野文化季96/94，甲仙街头96/722，鹿谷小半天风景区96/729，小半天德兴瀑布96/729，嘉义18季3竹崎间行驶25号蒸汽火车96/728，万丹泥火山96/92，嘉义市石头资料馆96/91，大同高商朝会时间_国文诗歌朗诵96/91，大同高商朝会时间_英语绘画96/92，大同高商朝会时间_日语画96/93， 96年大同高商语文竞赛96/7，平家吊脚落成通行典礼96/923， 96年嘉义世纪孔大典96/928， 96年大同高商校庆卡拉OK。比赛96/928， 96年1月赵湾角秋节晚会96/928， 96年商议事故巡礼96/15，大同高商96年9月份大同之星96/18， 96年第5届台湾设计博览会96/10，头份太极宫3访嘉义宝福宫96/20，黄昭荣老师立校演讲声誉教育器官捐赠96/15，牡丹乡之旅牡丹水库96/21，头份太极宫96/15，牡丹乡之旅牡丹水上跑12，牡丹乡之旅哭泣湖96/21，牡丹乡之旅石门谷战场96/21，奋起湖大洞山96/31，奋起湖老街96/13，下大高商实弹射击打靶96/1114，高雄柴山步道之旅96/1118，台北市木大动物园96/27， 96年秋大同高商师生攀登奋起湖大洞山96/1123，嘉士学生校外会96学年度春晖宣导高中职学生热舞大赛96/25， 96年一中校会96年大同高商班级读书会
十六、11、30，独立3大鼎践行。96、12、9。96年大吉国忠孝庆运动12、7。96年私校协会嘉义分会办天研践行活动。96、12、8。战英法师来校演讲。96、12、10。96年秋官3甲中餐烹饪实习。96、12、12。笔电部比赛。97、96年大同高商观光科学生日本参访之旅。96、12、19。96年日本之旅。96、12、19。96年底大同高商春晖才艺竞赛。96、12、28。96年大同观光生日本参访之旅。林校长拍照。96、12、19。台2、3、11。96年底嘉兴国忠孝庆运动会。96、12、29。96年日本之旅。东京迪士尼乐园。96、12、22。96年底新港国忠孝庆创意进场。96、18年底3队赛。96、12、17。96年底师生排球赛。96、12、26。95年作品。2006。94年3对3斗牛篮球赛2。95年初3对3斗牛篮球赛3。95年初3对球4美德让世界静止的广西超细密火车模型。94年底春晖艺竞赛美丽的灯塔国外要饭讲的是艺术。95年眉山韩梅放高雄冈山空军军机展示场。95年初实习商店期末大拍卖活动。兴达渔港观光鱼市中仑温泉。2006年台湾灯会在府城。9年泰巴达亚6日游全渔民靖王木星营天鹅湖盐水武庙里猪头饭盐水文物馆盐水火车站盐水八角楼东山福佑宫东后到台南大洞山之旅观子岭先祖庙白河基隆山台西海口派出所3条轮海清宫高青天庙整建。95年阿里山之旅。95年观3甲附高雄校外3观教学麻豆带天府麻豆林家古厝麻豆总爷糖厂麻豆台糖348号蒸汽火车头后壁皇家货实车麻豆台糖375号蒸汽火车头教育部部长莅临研习会场。95年大甲妈祖绕境到新港。95年嘉义市中小学联运开幕典礼。95年嘉士玄天上帝庙高空荡秋天比赛东石国中。95年东石国中技职博览会。95年东渔国中技职博览会。江南度假村尖山皮水库。95年大同高商模范生选举。95年银河国中技职博览会。95年湾角邮局开幕庆祝活动。95年班际播合赛。95-51。95年班际播合赛。95-52。95年班际播合赛。95-53。
年班季波河在9555。95年班季夺冠亚军在9558。台东原生应用植物园台东坡县休闲牧场卑南文化公园史前博物馆之5星级特色95年大同高商母亲节捐血跳蚤市场义卖活动95年白河赏河白河地云寺景观公园白河庙口小吃95年水上国中升学就业博览会，百滩卫95年水上国中升学就业博览会，各校特色水上5年龙舟端午欢乐嘉年华，开幕式95年嘉义5月5龙舟庆端午欢乐嘉年华。重型机车展示95年嘉义5月5龙舟庆端午欢乐嘉龙舟在95年嘉义5月5龙舟庆端午欢乐嘉年华。专活 BMW 1200 Route 重型机车后地田野乐金寮圣十字架教堂后地田野乐，金寮五米乐后地田野乐，金寮皇宅后地田野乐，金寮万家古宅后地车站怀古为农95年嘉义区高中职社团博览会95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95年新东国中升学博览会新东国中南营绿洲新营公园老新营的故事，老照片展南营路出，公共艺术家年华湾角中心镇95年升平国中毕业典礼95年桑姿一甲班校园烤肉屋山头水库风景都六溪罗大角文化节活动2006溪罗大角文化节摊贩天2006溪罗大角文化节大角历史照片展2006溪罗大角文化节国内的女铁脚照片展2006溪罗大角文化节国外的女铁脚照片展脚梁之兴建2006下家市标舞节活动大华公路3隧道半天岩观赏亭半天岩紫云寺嘉义北回归线天文广95年青少年交通安全宣导小型赛车加大车业重型机车展市竹崎光禄庙95年民雄道视野文化祭95年王宫渔火节二林市路博场番路大湖风情95年的长安普渡金炉土地公庙路旁展售彰化王宫渔港95年新生训练波河大甲林市真校防无期观光于是无期渔港铁砧山风景区延平郡王正成功雕像铁砧山风景区里程发木雕铁砧山风景区西陵宫铁砧山风景区军人中陵祠铁砧山风景区军事公园风景区永庆运动公园铁砧山风景区国姓庙铁砧山风景区建景大甲第一市场大甲镇澜宫燕巢风景区鸡冠山燕巢风景区泥火山燕巢风景区新阳女湖燕巢风景区太阳谷燕巢风景区中寮山看南二高95年
又叫电脑应用研习班内门紫竹495年关3甲乙烘焙实习12006竹其上味同丸西游记活动内门渔产花生糖95年关3甲烘焙实习295年关3甲烘焙实习395年国际班调酒实习1苏州联中慈路寮水库95年关2乙烘焙实习2006世界太阳能车拉力赛再加1 9599 2006世界太阳能车拉力赛再加1 95 95年关3甲烘焙实习4蛋黄酥白果山风景区95年关2甲烘焙实习蛋黄酥95年关3乙烘焙实习5蛋黄酥白果山广天宫95年嘉义市祭孔大典渔业照湾角中秋晚会95年大同商校比赛竹崎清水公园阿里山分铁32号蒸汽火车竹崎清水公园石雕竹崎公园岸24战车竹崎公园 F.E. 角一知性之旅板桃窑工艺园区2006番路世子节阿里山分铁32号蒸汽火车头与台铁光华号通车40周年内角营区国防知性之旅展示武器装备介绍95年关3甲3关于都度假饭店95年民雄泉德公庆城谢土齐安3朝元教95年关2甲关于都度假大饭店95年关3甲3关同年度假村2006新港国际社区艺数节彩街嘉年华万能科技大学石门水库石门芝麻酒店95年湾角北极店台湾北部三坊之旅火焰山温泉游乐区台糖月梅观光糖厂台糖326号蒸汽火车头台糖自制运糖火车头桃园街头中华樟脑博物馆95年金门之旅95年3对3斗牛篮球赛95.11.20义竹东后寮教堂2006嘉义酒厂玉山高粱文化节晋升法师大考验爬108层高梯嘉义中埔保安宫95年嘉义民雄向日葵花开95年嘉义市国际管乐节开幕嘉义酒厂石猴园区国立台中家商金龟车主联谊活动阿里山森林铁路95周年庆活动阿里山铁路通车15周年中心号特快车复驶阿里山铁路通车95周年苏昭旭教授登山铁路照片展阿里路马车站95年嘉义市国际管乐节全95年嘉义市国际管乐节创意彩街95年度第11届大同杯计算技能技数学比赛办法及报名表96/128举行95年升平国中34周年校庆活动95年嘉义市国际管乐节管乐队彩9年嘉市管乐节彩街93年3对3斗牛篮球赛1 93 12 29 93年3对3斗牛篮球赛2 94 15 94年吴哥窟之旅水往上流
齐观93年夏7大同高桑第安3年2大地度假饭店花莲观光糖厂星光兆丰休闲农场花莲海洋公园花莲糖厂366蒸汽火车出入牧场之本温范梅山赏梅谷坑苦灵角步道小琉球之旅爬2尖山大尖山国立化物馆4面我94年嘉义县市私立高中职教职员华山践行牛埔泥岩水土保持教学员区94年内门凤江镇活动94年东渔国中技职博览会94年大同高桑模范生选举94年湾角北极电道竞虎国中技职博览会94年全中运在嘉义摆摊94年全中运在嘉义看表演94年银河国中技职博览会南投绿美角油花开南投河畔景游戏区南投东山吊脚南投蓝田书院南投酒厂94年大同高桑母亲节跳蚤市场义卖活动94年元崇国校校庆暨母亲节园游会夜游爱河高屏西斜张角屏东大铁桥94年布袋太圣宫海上会乡土子夜市东10余人码头2005南投花卉嘉年华94年南投旅游展1级古迹王德路墓园日月潭德化社日潭玄光寺码头日月潭大竹湖步道日月潭孔雀园很像民宿之内湖国小94年新东国中升学博览会乌树林车站94年白河赏莲94年游奋起湖达帮风情客富野风情94年奋起湖老街新港顶太原乡土馆访达邦国小用篮球当下深的女孩2005嘉义5月节龙舟在94年大同高桑毕业典礼气球之会场布置台湾角梁的新建皮子头植物原94年夏实习商店拍卖活动中埔香草原水果也可以这样玩有趣的影像合成94年走马赖安土生同盐水昆府台塘南靖休闲广场国军案108自走炮国军美到75山炮国军 F.E.喷射战斗机台塘 Slide 24蒸汽虎头台塘953火车头史上10大完美照片94年民雄大士东园普渡社头清水岩寺社头清水岩森林游乐区2水丰百广场圣2水八宝镇2水老火车陈列场94年大同高桑新生训练台西5条港安溪府台塘345蒸汽火车头台西观光海员消波快的故乡北港西旧铁桥94年中秋福安宫屏东町道啤酒厂台湾原住民文化园区屏东内埔昌黎祠韩玉庙屏东内埔天后宫94年探访民雄鬼屋94年嘉义世纪孔大典94年大同高桑校庆卡拉 OK 比赛金良内看板94年中埔瓦沙米文化节中埔中华民俗村94年
年水上机场开放参观。F-70飞海鸥救护直升机。F-16战机参观中传高雄自来水公园，高雄市中正文化之力高雄参旅学院主题湘子云村古亭本。1-1H 通用直升机。4-58D 战搜直向土地公借钱。竹山子南宫及大山与新书院化及南墨及军事公园及战车公园94年银河国中校庆运动会湾荣风华湾角荣民医院40周年庆大同高商第35届商三甲班同学入94年义竹国中校庆义竹国中94年美猴王猴家族石雕创作展94年3对3斗牛篮球赛194年大林国中60周年校庆活动94年玉山国中44周年校庆活动94年底国父奖功过耶诞节阿里山分铁13号蒸汽火车阿里山分铁31号蒸汽火车大同无缝技术学院社团来校表演阿里山分铁94周年庆。季桂木车厢启用嘉年华竹筒炮甲桂林。Jackline 生命之旅泳池立体艺术1孩子的脸的千变万化乌龙吊车完整版奶蓝色冰棚趣味图片93年作品。2004 92年家事别彩13台北之旅全93台北之旅野味湾旅热古英歌陶瓷博物馆三峡祖师爷庙13竹崎金龙密宝促销影歌星联欢晚会2004台湾花卉博览会台南市五飞庙13情人节加意式接吻大赛台湾府城成员南门段残疾13年佛光山花木奇石艺展中普独角仙农场道教神偶江野三神礼仪表演观摩会93年家事中校联运开幕时梦林场天望其自然街独立3国家步道93年嘉义国中生涯博览会嘉义国中13高三毕业团体照云林2尖山云林大尖山再探英雄鬼屋大林糖厂382老火车云林东屿国中93年嘉义县市府员工播合赛台南2中台南公园台南公园重道重文房93年主题国中技职博览会飞扬的人生嘉义梅山地母庙93年大同高商模范生选举93年银河国中技职博览会93年埔子国中技职博览会埔子国中店年湾角北极电绕境活动电子花车13辅大第8届体管系市场管理组同学会93年家事高空荡秋千大赛民俗技艺捏面人93年大同高商趣味竞赛全93年大高商趣味竞赛同州共济民俗技艺唐冲93年大同高商趣味竞赛袋鼠跳93年大同高商趣味竞赛两人三角93年大同高商趣味竞赛接力大赛93年大同高商亲节礼赛年大及国中
职博览会加义县大级国中93年布袋太圣公海上祈福会乡93年活力青少年树枝土捏塑教学大同高获 Aston 国际品质认证93年上第2专长班台北101金融大楼摄影比赛93年新港国中纪职博览会93年活力青少年气球造型研习生育教育站在世界最需要的地方嘉义县新港国中93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93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93年中埔国中纪职博览会93年新生暑期辅导活动围墙上的酒瓶太保市168公路车祸一贴图子市德兴里古厝群56年第4届毕业生照相81年资翻译毕业生照相93年高一新生训练93年上学期开学典礼83年春三甲毕业生照相93年云雄大士爷庙普渡屏东车城福安宫屏东恒春万佛寺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垦丁青年活动中心滨海公园漫步观山看日落垦丁南湾游戏区垦丁猫鼻头垦丁白沙湾家乐水风景区93年番路柿子节农产品促销会93年紫云寺修后中93年嘉义世纪孔大典93年大同高商校庆迎新旅游93年左营春秋阁之旅高雄市立美术馆93年旗津之旅93年台南七股爬盐山垦丁凯撒大饭店93年国庆烟火在嘉义车城海洋生物馆台中科学博物馆走马赖农场2004年屏东半岛艺术季竹南火车站竹路错龙凤宫高雄林园清水寺清水岩风景区长荣公园高雄林园石灰窑遗址西螺东南中学张廖家祠崇远堂西螺府新宫历代妈祖神像展西螺镇文书院93年嘉义高中职社团博览会圣宫女中台南市开元禅寺台南市鹿耳门镇门宫赤脚门神台南市四草大众庙台南市四草炮台台南市鹿耳门府城天显国立成功大学光复校区93图子市南主李向日葵盛开台南市盐田文化村台南市12店大神荣图子市南竹社区百年古井国立成功大学小东门遗址2004年新港国际文化团圆节93年图子市南竹社区葵花季国立成功大学成功湖国立成功大学大榕树国立成功大学小西门古迹竹南五股宫国立成功大学历史文物馆旁古迹陈列北埔冷泉新竹五指山北埔古迹北埔老街之旅狮头山风景区龙凤渔港竹南慈玉宫93班级排球赛关二甲 versus 商资2甲93班级排球赛关一乙 versus 商资1甲 A 93班级排球赛资三乙 versus
商资一甲第93。4. 资三甲 versus 电商913班级排球赛。5. 商资二甲 versus 电商2甲913班级排球赛。6. 资三甲关一乙93班级排球赛。7. 资三 versus 商资2甲913班级排球赛。8. 第3次女赛资三甲 versus 商资2甲913班级排球赛。9. 关亚军赛资三乙 versus 关一乙阿里山分铁25号蒸汽火车复出9活力下赢点欢喜斗阵型白俄罗斯马格利特小姐94年四季二专考说明会93年关二甲餐饮食物实习93年大吉国中30周年校庆马当9林会云林县水林国中新港阿新博粉园宾关子岭水火同源国道2高南头服务区东市林场之旅台中星光3月百货公司林关营台中签唱会93年台中资讯展93年升平国中32届校庆9同高辉才艺竞赛92年作品2003梅岭水火动谷关炮汤之旅联合报系休假中心南园921地震教育园区嘉义县中埔乡丰山果园嘉宝果南京之旅云孝陵南京之旅夜游夫子庙60年大同高商第8届毕业生照相苏州之旅寒山寺苏州之旅虎丘苏州之旅三观蚕丝被场苏州柯正元西罗大角通车50周年庆92年大同高商接力赛 M 趣味竞赛92年春满大同高商花开2年第3国中技职博览会92年资一乙校园烤肉92年大同高商模范生选举83年毕业生照相87年毕业生照相88年毕业生照相活动桑葚百香果热带水蜜桃竹旗津水公园阿里山32号蒸汽火车跑马赖槟城历年之大同商职老校刊主题国中升学博览会飞扬人生12国际班记忆竞赛大雅路阿里山火车厅92家事幼教教师网页研习报账花好感人一对恋人火鸟92年冬女升学博览会大林堂长老火车霹雳果波罗密941 992是国中记忆竞赛成果展红龙果芒果火焰花人心国92年蓝潭践行记欢送毕业生竹崎龙山国校竹崎龙山烟竹旗乡湾角健康步道初探屏东里港温富馄饨猪脚竹崎乡义人吊脚左营古迹北门左营古迹南门民雄乡内埔子水库左营古迹东门左营古迹孔庙左营古迹城隍庙左营旧城国小左营连
池潭白河小，南海无凤庙，重修中华民俗村。1. 白河赏莲酒，2年高桑毕业典礼凤梨，遮阳87年毕业生照相，古坑慈光寺建，湖山植物教育学园，咖啡树红，龙果开花，龙珠果，毛溪翻莲，嘉涛法师嘉义公园消灾祈福法会，独角仙是谢花嘉义公园，大义市忠烈祠嘉义市史迹资料馆课，树蛙嘉义市忠烈祠，市塔嘉义市后里园林子怀旧之旅西湖，唐长老火车头92年实习商店卖活动大于92年竹崎玉观音高阶梨兔销展售活动92年夏2专场班92年暑期幼教网页设计研习班92年921重建区网页设计影像处理班92年921重建区并及软体应用检定证照班埔子配天宫红香温泉湾角步道初建现代与传统酒器展子禅 F104 战机圆山饭店蜗牛拍鸟92年民群大士爷庙他妈兵公殉职纪念碑，民群街头梅山公园105榴弹炮佛手 F5 战机梅山公园胜利女神飞弹西口开元店竹崎公园关竹竹崎公园 F 旗公竹崎湾角步道竣工剪彩216号蒸汽火车嘉义市北门车站阿里山火车小车祸霹雳国际公带墨镜南恩禅寺92年高音训练布袋鱼市场布袋盐392年嘉县中秋月光光演唱会澄清湖青年活动中心康康之十字路口麻豆池王府军事公园13行博物92年秋3以上机实习92年防火逃生演习台北府城北门承恩门92年嘉义世纪孔大典同年度甲村蝴蝶馆92年校庆迎新同年度甲村烤肉活动活力青少年大研习草岭整装待发家世福全宫太子爷公诞辰3美不久节福教师进修一道半天盐进香92年家事律动警官展92年教职员校内进修2003爱国东路国际婚纱节故坑绿色隧道12云科大埔子市南竹里向日葵花开92年竹崎农产品展售会92年梅山农产品展售会布袋戏偶台南艺术学院竹编彩绘林鲜花大发展市南园休闲农场佛山观音严大同高桑12班季波河在市三龙湖沿原住民石雕展刘长富创作展时空再现92年大林葵宝典2年地方文化艺术节92年观光事业科调实习92年资一甲电脑上机实习92年资讯教育博览会新港铁路公园92年林葵文艺92林葵花宝典文艺季3新港公园新港生蚝鸭肉羹主管炮云林包中大部花鼓队92年蒙藏文物展令人动容摄影佳作俺爹俺要金大同树
学院太保分部新建新天鹅堡有趣动画92年嘉义高中职社区化专业研讨会92年都市原住民丰年祭嘉年华会9元导演导麻社会教育宣导员优惠国立勤艺技术学院92年3对3篮球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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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年家事跳蚤市场义卖活动92年两性平等教育活动92年学生才艺竞赛92年3对3篮球赛92年3对3篮球赛女92年3对3篮球赛女92年嘉义区高中职社区化中文输入比赛92年竹崎国中校庆活动92年抵看阿里山铁路26号蒸汽火车2003社区总营造全国年会蒜头糖厂368号蒸汽火车手工做面线鹿港观光3轮车口湖和寮屋女子91年作品2091年出特殊教育电脑研习班台南市民族文物馆90年底耶诞大同高商业景延平郡王祠延平郡王祠延平郡王祠台南孔庙91年上第2专长班台南市临水夫人庙府城大南门大同高商与美圣道大学缔结姊妹校梅岭武龙殿91年欢送毕业生园游会梅岭赏梅91大同高商教职员台东垦丁之旅91年同高商毕业典礼田中森林步道松柏领受天宫91年暑假家事幼教瓦习竹其就清水缴械定咸彩蝶摄影展91年资三丙基实习91年竹崎中秋节晚会91年国语文竞赛91年班级读书91年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91年家事祭孔大典91年校庆同年度甲村烤肉西湖糖厂观光小火车蒜头糖厂观光小火车91年夏第2专长班91年夏幼教网页设计研习91年海涛法师立校演讲91年大同高商班暨波和比赛陈衍如小姐婚纱相簿陈衍如小姐结婚归零宴客91年大同高商英语研习班高雄县私立中山工商奥万大赏枫教师进修乌树林点七谷盐山生态保育研习凤山古迹龙山寺凤山古迹东便门凤山古迹顺丰炮台凤山古迹城兰炮台凤山古迹平城炮台凤山黄埔公园埔里糖厂观光休闲中心七股盐山屋树林赏兰藤纹溪口黑面皮路92年出家事国际管乐节菜街91年电脑中文输入比赛91年3对3篮球赛预警交多年纪念公园91年长江三峡之旅91年长江三峡之旅武汉三镇91年长江三峡之旅荆州古城91年长江三峡之旅子规划龙舟一区园91年长江三峡之旅
子规屈原辞91年长江三峡之旅。三国赤壁谷战场91年长江三峡之旅。西陵峡91年长江三峡之旅。岳阳楼91年长江三峡之旅。秭归街上91年长江三峡之旅。湖北武汉市古琴台91年长江三峡之旅。黄鹤楼91年长江三峡之旅。中华鲟仪馆91年长江三峡之旅。石宝寨91年长江三峡之旅。丰都鬼城91年长江三峡之旅。三游洞91年长江三峡之旅。楚游宫鱼宴91年长江三峡之旅。虎亭三国谷战场91年长江三峡之旅。归元禅寺91年长江三峡之旅。武昌东湖风景区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台中县立港区艺术中心90年作品。2001高雄内门南海紫竹寺高雄内门南海官亭紫竹寺看阿扁总统高雄内门官亭贴心塔古坑铁国山南画瓦起义抗日烈士纪念碑盐水风炮佐镇宝塔山噶玛噶居寺盐水武庙盐水八角楼清华山德元禅寺清华山无凤故居清华山无凤墓园吉洪去墓园阿里山火车焦丽坪车站阿里山火车水社寮车站竹崎乡文山村水稻大林国中大林镇玉金清水公元90年大林国览山开罗典礼一品夫人王许氏之墓90年蓝潭践行寻宝活动入港采风90年玉山国中来校职业试探彰化虎山研90.3大同高商读书会活动云南石林风景区云南九乡风景区嘉义公园嘉义市郊纸陶馆90年嘉义市高空荡秋千比赛90年艺竹赛歌9年西螺大角观光节台北新公园木栅动物园嘉义酒类文物馆南投梅子文化暨水里蛇窑90技专统一入学商科试题解答90年毕业生园游会90年上第2专场颁90年大同高商董事长交年奋起湖之旅跳地上的书法家陈瑞光先生90年大同高接力在90年澎湖之旅90年资二丁读书会90年家事幼教电脑研习双春滨海游戏区90年毕业典礼文化大学18王公庙八里料天丁庙民雄电台昆明之旅90校庆卡拉 OK 下第2专场颁90电子商务颁89年作品2000剑湖山之福园古坑华山践行嘉义市民俗文物收藏展89年家世纪实博览会台中高公黄金风铃木开花王国生老师婚纱香布陈怡老师布89年阿里山赏樱王国生老师结婚宴客麻豆水枯头龙头灵学阿扁夫人故乡关田阿扁祖厝89嘉义市民分东路清教庆典家间受刑人作品展89年模范生选举89嘉义市国乐节89年上期第2专场颁木棉花89嘉义市国中技艺班在89年桌球个人赛一人吊脚89
大业国中来校，职业试探网络流行语89年英语朗读比赛，香光489年大队接力赛，89年母亲节怀孕感受日活动，丘比都华巡回签唱会，89年资三丁聚餐年，资三甲毕业聚餐射日，塔陈怡贤老师结婚，归宁宴客主题，千禧农剧展，89年毕业典礼，89年欢送毕业生同乐会，89年大餐，89年期末实习商店大拍卖，西安3之旅甲仙之旅，南西江家古厝。甲仙镇海军墓园嘉义市永清角抗日英雄于清方抗日英雄纪念碑，公园南华大学89家试课交班网页设计，研习89年校长交接典礼，拉拉3之旅北2高关西休息站新竹中学校，89年掌溪事件，89年嘉义高职连招登纪研辽抗日纪念碑，三关士林官邸龟山岛宜兰东山河游戏区，麦寮六轻阿妈公园，海清宫包青天庙，马云山镇安宫脖子寮渔港，9年新生训练庆中秋中正公园演唱会，大仙寺顶福安宫胡伟彤花园，89年吴凤庙社区文化节，吴凤成仁德西罗镇新宫阿善之墓，89年教育部来校评鉴，89年嘉义市子节，89年秋教师校内进修，嘉南鸵鸟牧场，嘉义市中央喷水30年庆，89国中技班大业国中民雄庆成功梅山生活艺术节，庆支援主题亲左岸小站三庆家商代差之前嘉县议会派主任曲席宴客，89年甲第2专长班千禧年中普风华嘉义女中乐一队新港股民国小宋江镇中普姑擂展，阿里山邹族歌舞响宴夜阁实情画艺展，刘家林师生教纸陶作品展，曲主任的爱心木瓜园茶山凉亭节，89年私校大游行，89年资一乙读书会，89年家事城隍庙清教，89年底3对3篮球赛，年底读书3赛古道，88年作品1999，主题国小绿化成功3访2，16号蒸汽火车头，88年国中小教师专业资讯素养研习，茂林风景区之旅乡邻国小美梦成真大嘉义主题乐园计算机术嘉义文化节，森林铁道传奇，88年大同高商乐队照相，88年嘉市市运集中小学联运开幕老火车头 CK101 与 SL26 相会古坑步道，17年阿里山赏樱嘉义八景米婆城中嘉义义渡碑，88年春三甲上基实习台铁旧三线鲤鱼潭角国台湾海洋大学新港阿钦伯粉园滨金瓜石之旅岸24战车，8年民生国中来校职业试探联课活动，丢保龄球选琳达选安琪，88年嘉义新艺展装置艺术展，阿里山看日出赏樱关心环保嘉义情游行，88年班季卡拉
OK。比在88年颁季接力比赛胡子中正公园金门之旅九族文化参观麦寮6清场古坑荷包山登山步道古坑建德寺的母庙88年模范生选举大甲妈祖绕境到新港驿马溪休闲农场阿里山青年活动中心新中横公路北山花园农场之旅88年嘉义县文化节于圆满布袋88年上期第2专场颁布袋看西洋布袋港布袋鱼市场布袋帮篮球袋88年国中高职推荐甄试复试南新国中教师电脑研习88年欢送毕业生园游会东山鸭头88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88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家长会谢师宴路寮水库88年莲子大滩大同高职员校内进修嘉义技术学院天喜角88年实习商店期末大拍卖活动青商会 MS Office 电脑研习泰国人妖秀合欢山德基水库3观泰国皇宫古观半天盐子云4连糯米角泰国渭河大角龙美奋起湖太和峰山草岭峰山峰景区之旅88年新生训练88年丙级数科试题溪头森林游乐区921级大地震88年国语文竞赛竹山梨庙88年资遗物上机实习经旅1蟾蜍稳端88年嘉义市爱石会年度大展新竹玻璃艺术展88年顶级学科试题中普浊水潭绿岛之旅离山大集国中赈灾后援崇国小赈灾后日月潭之旅民雄鬼屋赈灾后吴玉林立体指标民雄纳古塔倒塌人体彩绘县级88年资2甲上机实习88年国际班上机实习88年甲期第2专长班仁义潭先天玉区工程教官婚纱香布中普无凤庙出口文隐寺竹旗国中赈灾后竹旗国小赈灾后民和国中赈灾后关子岭地云寺路满国小赈灾后民和国小赈灾后关子岭水火同源离于国小不怕地震88班机关创意造型变装秀88年上2甲上机实习关子林子云店88年3对3篮球赛大同高商乐队麦当劳演奏88年学习之旅博览亚太管乐节天人才街88学年电脑中文输入比赛胡教官颁送胡教官退休欢送胡教官退休夜宴89年春3甲结业典礼聚餐丰贵斗赏梅集及小镇地震后新草岭潭草3月世界级武昌宫地震后七股大岩山89年春节由吴凤庙石冈水坝地震后天喜年之夜青山仙公庙小垦丁绿野度假村9棚大沙漠标沙去海采石母丹水库屏东车城国小正主任曲习宴客台南赤楼88年泰国之旅泰国民俗表演88年泰国之旅泰国大象表演台南安平古堡台南大天后宫安平东兴洋行古迹台南4.5庙安平小炮台垦丁之旅日月潭之旅87年作品
1990。一生能长天窝。84年爱国歌曲比赛，86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86年高职连招登记9份之旅，86年班级波河在白河赏河之旅李总统3支原新居10分瀑布之旅新港奉天宫3访王德禄墓园 F-16战机展示。86年爱国歌曲比赛探访北港香炉见过威力角马，探访民雄北屋农村文物公园。86年祭孔大典。85年爱国歌曲比赛。86年校庆卡了。OK。比赛关田林教节主题古典节梅岭梅花梅子鸡。86年高3公训活动奋起湖之旅嘉义荡秋千比赛。87年高3公训活动奋起湖大洞山台中公园之旅高雄月世界。87年推荐真实校园之花3美达那伊谷之旅。87年毕业舞会万佛罗花。87年嘉县东石龙舟赛实际班第1名毕业。陈玉珍。87年第2专长班。17国中小幼稚园教师电脑研习。87年国中职业试探。87年班级篮球赛嘉义市鱼市场大同高商教务处大同高商就照片。87年大同高商毕业典礼观音瀑布之旅翡翠湾之旅基隆屿之旅。86年欢送毕业生园游会台湾民俗村之旅主题2600街登山步道北回归线标志。87网路咖啡夏令营蓝潭彩色喷泉新港国际社区儿童艺术节美国飞梦社区新港国际社区儿童艺术节宇宙共舞新港国际社区儿童艺术节古民国小凤江镇台铁脚梁艺术极品于横平断脚台铁最高车站圣心车站。87年资3丁上机实习。87年资2甲上机实习。87年资2乙上机实习。87年资2丙上机实习。87年资2丁上机实习。17年国际班上机实习。87年资1乙上机实习。87一实习嘉市新建棒球场开幕典礼嘉义女中一队表演。87年教师一班资讯素养研习。87年校内国语文竞赛。87年校庆践行寻宝活动。87年大同高商校庆教职员工月光晚会。87年嘉市爱食会年度大展去看蒸汽老火车。CK10187年资3丁蓝潭烤肉活动国家一级古迹 AP 洪荒美人树工地秀。1工地秀。2张瑞峰西画个展古坑石头公园古坑石头庙12生肖石头南回铁之旅南回公路风光100分钟游高雄港独立山登山健康步道麻豆恶道6年祥和杯舞狮记忆在蓝潭登山健康步道太平峰景区郑成功神像及文物馆蓝潭常见植物。87年爱国歌曲比赛工地秀。3谢金燕到台南七股看黑面皮路台南七股镇王府送老道大渡。87年第2专长班。87年防火逃生演习。87年班级队伍。在新
检定交趾陶艺展林。延伸书法展加义士228纪念公园、关子岭红叶公园、阿里山火车灾害修复通车嘉义旧北门坊母赖坊16号蒸汽火车头梅山小瑞里之旅87年春三甲资格考87年高三毕业旅行17年投标创作票选7家事务6延西罗大角环球商专田尾公路花园7年家事管乐节彩街活动7年家事管乐节表演活动7年电脑中文书入比赛度自然类网田寮靶场爱在阳光下关子岭红叶公园87年春三甲结业典礼正启瑞观念艺术展2坊16号蒸汽火车头竹崎公园竹崎公园上列首页作品分类。郭长成老师自我介绍：我的一生成长天窝。郭长成小档案点。HDM left parenthesis 含很多奖状，春节全家福，旧照片，民国56年旧报纸。http://www.tv.kcc_kcc0_kcc0_. 郭长成小档案，民国47年与妈妈及弟，民国47年7月家父当兵前与妈妈及弟妹合影，嘉义县竹乡湾角村人求学经过。民国47年9月进入竹崎乡路满国民小学就读，民国49年9月3年级时转入竹崎乡湾角村刚成立支援崇国小就读，民53年6月国小6年级，民国53年6月原崇国小6年级，民国月考上嘉义市玉山初中，就读嘉义市玉山初中时用功读书，常领到奖状。民国56年6月嘉义市玉山初中毕业，民国56年考上省嘉中。此为当时之报纸榜单56.7点19台湾日报。民国56年9月就读省立嘉义中学，民国59年9月就读人大学企管系，民国63年4月毕业旅行西阿纵走，从溪头走到阿里山。民国63年10月服役官役，民国65年少尉财务官，民国65年8月12日少尉财务官退伍经历。上市场学，民国65年9月进入大同高商服务，20多年前大同高商升旗典礼，30多年前大同高商升旗典礼结婚照，儿子1岁，民国66年2月27日结婚，民国66年12月3日生一子，民国70年11月校园拍照，民国71年9月91年教师兼任教学组长，民国92年9月94年教师兼任辅导主任，民国95年8月起教师兼任教务主任，民国99年2月1日退休。任职大同高商33.5年，光荣事迹。民国76年青年节获选为嘉义市社会优秀青年，民国76、78年资测会暑期资讯师资班研习，民国84年起担任劳委会乙丙级电脑软体应用软体设计
兼凭民国85年担任教育部实用技能教材编辑委员，兴趣与专长：电脑教学、录影、简报及资料写作、旅游摄录影、电脑绘图等。民国64年11月投稿《中华日报》偶尔投稿，嘉义青年。照片投稿《时报周刊》。白河赏和白河赏和旅游报道投稿。幼师少年。介绍嘉义县市旅游景点照片投稿。时报周刊。奋起湖风光。奋起湖车站固定每年春节都到嘉义县中埔乡吴凤庙拍一张全家福照片留念。民国69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民国70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民国75年春节全家福吴凤76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民国77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民国78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民国79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民国80年春节全家福凤庙。民国81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民国82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民国83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民国84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民国85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民国86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民国87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民国87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民国88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民国8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民国89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民国89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90年节全家福吴凤庙。91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后院优中。92年春节全家福吴凤庙后院整修中。93 6月全家福93年6月全家福94年春节全家福94年春节全家福95年春节儿子在国外没拍汉。96年春节全家福97年春节全家福98年春节全家福99年全家福112岁了。父妻弟妹儿女在寿宴合影。民国86年12月30日中报大。用相机写人生日记2007 40。本内容刊登于嘉义剧报955期2版。记者除以谢云荣采访报道用相机写罪影网站。郭长成老师网页作品集，内容丰富让人目不暇接。举凡是校园记录、旅游介绍、动植物观察，几乎是应有尽有。成学生做报告，老师找教材媒体挖新闻图片的寻宝处。再就让我们来认识这位幕后推手郭长成老师。剧报达人焦点人力55岁，嘉义县竹崎乡人，现任大同高商教务主任学历，辅仁
大学企管系毕业经历。民国76、78年资策会暑期资讯师资班研习，民国84年起担任劳委会丙级电脑软体应用软体设计监评，民国85年起担任教育部实用技能教材编辑委员奖项。民国76年青年节获选为嘉义市社会优秀青年等47本商业类及电脑类的作格言。人生只走一遭，要怎么规划，全凭自己决定。您可以死而无闻，也可以死而无憾，就看你怎么去把握与选择。古人曾说，为者常成，行者常至。这句话可说是郭长成老师的最佳写照，一份就做了30年。架设网站与网友分享影像记录也将近10年。郭老师牺牲自己的时间默默耕耘，从不喊累更不叫，得到许多学生及网友的支持与感谢。架设网站中不毁摄影利己也利人的坐等深的郭老师，平日喜欢简报、写作、旅游及摄影，专长是电脑绘图。一般人都只会把兴趣当作消遣，很少像郭老师那样煞有其事，结合自己的专长和兴趣，有模有样地架设一个网站，并认真采访拍摄，让网站内实用性。郭老师说，退伍后就到大同高商服务，假日常常利用旅游运动的时间边走边拍，并将一些旅游景点及动植物的介绍放在网站上，与网友分享。曾有国小老师临时要找植物图片，还好他架设的网站上有许多资料可以参考，也有嘉义大学的毕业生来函感谢他提供照片，才能让他做出内容丰富的报告。照片是成长历程的见证。郭老师的网站上除了旅游资讯，还有任教学校大同高商的活动记录，举凡运动会、毕业典礼、上课实况，都做成网页放在网站上。不仅让许多毕业校友写信感谢郭老师为他们留下值得回味的记录，也有别的学校同学写信来表达羡慕之意。除此之外，从民国69年起的每年春节，郭老师一定会带全家到吴凤庙拍照。看着拍摄背景的转变，不仅当年的小树慢慢住，郭老师的双儿女也逐渐长大成人。照片记录着岁月的流逝，更成为生命中最好的历史见证。采访后记，常在网站上看到郭老师的作品。今日有幸看到本尊，才发觉郭老师是个不多话的人。还是小编的话太难回答啊。其实话多话少并不重要，郭老师的实际行动与付出早已说明了一切。平常电视上总有一堆纷扰的口水大战，但社会真正需要的是更多认真做事的人。就让世界安静点好吗？好做些有用的事吧。
用镜头写日记缩字网站大热门。964214自由时报记者于雪兰厨以家事报道。21年来无缝庙拍全家福记者于雪兰厨以家事报道。嘉义市大同高商教务主任郭长成，从民国75年开始，每年春节全家一起到嘉义县无缝庙留影，念1年来不间断。留影处当年一棵小沙木，与3岁大的儿子一起成长。如今儿子留学国外，每年还是回无缝庙拍全家福。郭长成说，以后儿女各自成家，还是会延续这个有意思的人生记录。在大同高商任教30年的郭长成，挂在学校网站的个人网页也是一个奇观。原来他随身携带相机，随时将生活、工作与旅游中所闻所见用镜头记录下来。约10年前即架设个人网站，将所记录的图片全部上传到网站，成就一座有10几万张图片的影像资料库，种类包罗万象，从生态天文、旅游广告、艺文、展演、风情民俗，到动保等，而学起来办的各项活动更是详尽，如同一本学校影像日志。影像资料供游子姐相除这座影像资料库免费使用，因此很多学生上网搜寻资料，下载其图片写报告。曾有几大学生他能够毕业，就是靠他的照片写报告。有孩生写一妹儿向他致谢，表示在其网站看到家乡景物，一解乡愁。郭长成表示，他很喜欢无缝庙，所以选择无缝庙作为记录全家人成长的背景。1年来，除民国94年因儿子到国外学医，同年6月才回来补拍全家福外，每年定期定点在无缝庙的一个角落留下全家人成长的照片，挂上网页后，引发不少回响。未完